各位朋友平安，真欢喜伫即个礼拜日，各位人看到大家，请大家吼，即马徛的吼，会友吼，会使紧紧咱坐落来，咱开始要行即个敬拜。主，我爱就近你。我想即条歌大家拢真熟，即条歌要咱讲，毋免惊。头前的黑暗，咱的主甲咱做伙。当你孤单的时阵，伊知伊就伫咱的身边。伫黑暗中，伊要听候你，只要你亲近伊，伊会陪伴你。咱做伙来唱《新圣诗》151首，主，我爱就近你。咱要唱第1到第3节。求主，我爱就你，来跟我你。虽然着背世界，求你扶持。我心是上有心。就近你，主，我爱就近你，来跟我你。虽然拄着出我，无味通药，紧亲阿咪着我。额头印照，你梦有我希望，主，我爱就近你，主，我爱就近你，来跟我你，梦中看见天开，天光出现，上主是乐恩惠，天地三年，你在对我就好，主，我爱就近你。爱就近你，来跟我你。
我想大家拢知，最近是全世界发现一件代志，就是乌克兰受到俄国的入侵。我想头拄仔条歌，我们知，因为乌克兰听说是一个很敬拜主的一个国度。我想头拄仔咱唱条歌的阵，可能无啥感觉，但我想乌克兰遐人民即时伫战争当中，有真侪人可能伊要靠、要困的所在，正是敢若有石头。但真侪人为着因为战争离开家己的家乡，爱去到波兰，爱去到别个所在。我想咱小等的王下面即条歌，希望主甲因总踮伫身边，互因因为主的甲因踮做伙，会当互因平安有欢喜。咱做伙来先唱星星诗538首，我心大欢喜，因为主伫咱的身边。咱做伙来唱即条歌。我心大欢喜，主踮身边。虽然伫世界若存伫天，做上帝好事满心欢喜。求主因保护亲我亲戚，那我爱保佑每日后路，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那我爱保佑每日后路，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心内顺服，心内安宁，天堂的福气那比目睭，天使也帮助把我防难，无用主耶稣主你人安。那我爱保佑每日后路，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那我爱保佑每日后路，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全心来欢呼，万事平安。阮靠我求主福气无限，一起来听候，毋忘主难。念伫主耶稣满心平安。那我爱保佑每日后路，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那我爱保佑每日后路，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为下这敬拜的时间已经到，请咱互咱做伙安静咱的心来筹备敬拜上帝。
我要洗除伊一切干犯我的罪，我也要赦免伊一切干犯我、背叛我遐的罪。即是请大家起立，咱要用信息头前第13页《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对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早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面，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相通，罪赦免，肉体高化，永远活命。阿免。请坐。就是请大家甲我同心压头来祈祷。我的天父爸，这是我们要学到你，因为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万物拢我靠你的恩典会当徛起。阮听你，爱你，因为你伫阮抑阁是罪人的时，你阁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着阮的罪降生来到这世上，用十字架来救赎阮。互阮一切信伊的人会当因为安尼灭亡，因得永生。人民人的天父啊，阮也伫即时特别为着阮教会来身体软弱、内心有艰难的兄弟姊妹来代祷，求你怜悯医治因，并赐下安慰伫因的心上。阮嘛袂为着伫外口求学，也是因为今日因为工作无法来到教会的兄弟姊妹来代祷，求你顾守伊、扶持因。并赐下平安伫因的身上。即时，阮也要迫切来恳求主你，伫即届双俄入侵乌克兰的时，保守乌克兰即个土地的人民，互因的心中的惊吓甲不安，因为甲主你的同在，会得到平安甲安慰，互即个两国的战争会当渐渐恢复和平。阮也伫遮要恳求主你，伫即届病毒的侵害台湾的时，保守台湾即个土地的人民。除去因心中的惊吓甲不安，求主互阮伫即个时阵，虽然危急，但是阮也知影安怎谦卑祈祷，超找主你的帮衬，互相代祷，会当互着主，因为安尼代祷来得到主你的医治甲赦免。阮也伫遮要同心合意来祈祷，求主你眷顾复兴阮中原教会，求主用你的圣灵来感动阮每一人在座的心。互阮所兴起的教会事工会当利益一人，荣耀主的圣名。阮也要伫今日的敬拜中，搁一届来学到主你，来感谢你。愿阮今日所有的敬拜，拢通做你所欢喜的。阮安尼恳求，拢是求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阿免。学到即时，咱要请圣歌队来吟诗。今日伊免唱的即条诗歌是好天下去传扬。咱请圣歌队。明天听到好天。
真感谢圣歌对伊所献的诗歌，咱就去到普天的传福音。这是咱要恭受上帝的话。今日要读的一段圣经，则是记载伫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4章，咱要对第2节看到第6节。请大家注意，我来念，恁来看。第4章第2节，恁着常常专务祈祷，祈祷的时着谨慎来感谢，搁替阮祈祷，求上帝甲阮开传道理的门，通讲基督的奥妙，互我说明伊照我所应该讲的。遐外面人，恁着伫智慧来行，着保守机会。恁的所讲，着常常用温顺，亲像用盐调和，搁会晓得怎样来应达人。这是咱要来讲到今日免请蔡长老来讲到今日要分享的题目是掠条机会传福音。咱请蔡长老。先先三个来祈祷，主，我是感谢你，互阮有这个福分，伫礼拜日中间，甲你三个做伙。主，恳求你帮助阮，主，给你圣神充满阮，互今仔日所讲的、所听的，拢是出对伫圣神你的话，刺插着每一个人的心，互阮真真正正为着主的名去骗传福音的祈祷，用这所记的圣名来求，阿门。你们在平安吼，真照规定即摆会使脱口罩啊吼。袂使讲台语吼，我的目镜毋知啥甲我揣着，本来做无目镜吼，会早讲就是无目镜，拢完全看无所有物件。即阵好加在做目镜。我今日上欢喜的吼，就是咱圣好兄，圣好兄你欢喜无？足欢喜的吼。来，咱甲圣好兄拍一扑仔咧，看着伊就知影讲我请我特别甲因拍一扑仔。咱做礼拜时阵吼，伫上帝面前，咱来足欢喜的。哪拢用足轻松的态度，拢足欢喜的。今日我看咱国语遐站的吼，生一个囡仔吼，你看抱仔呢？嘿，你即摆要甲你叫舅公，还是甲你叫啥物？叫阿公。咱来掠着即个去传福音嘛。咱来看乌克兰惊迄个苏俄的战争，你知感觉小够可怜呢？迄囡仔。伊伫广场摆109个迄个婴儿椅，听讲佫增加。你若来不及长大，你若看咱国语场咧抱一个囡仔，遮欢喜，你也想来不及长大，囡仔偌可怜。咱那个机会长大，因无机会通长大啊！咱是勇敢来传福音嘛。咱所做是啥物？掠条机会。我今日下昼有讲过，我昨暝就去用，因为。我到12点以后，我拢准备道理吼，我都无咧接幕口的信息，但是一直人咧甲我敲电话，我奇怪，太阳咧遮紧张，口到6点，佫直敲来。我有一个保警吼的总队长，专家己锁伫迄个枪会库提枪，讲要带自杀，讲无甲调动无公平，我闹啊！恁可能今日新闻拢有看到啦，最起码两三日，因甲我讲看我会当随处理，我礼拜日绝对无出代志吼。有指名讲蔡宗义替伊来申冤，我后明仔载可能会甲看一下，这是机会啊！总是我嘛无鼓励大家用这积极的机会，所以我嘛无好任。有的人就是求助无门，有可能走极端。咱这社会咱来设置，咱是不是敢若到咱内面家己好尔？咱是不是要把握这个机会？咱把握机会时，咱看到啥物？自从是麦克阿瑟占领日本的时阵，麦克阿瑟甲西方的教会讲，既然你紧派人来传福音哦，这是一个未开化之地。结果西方教会讲，我都派袂出人。比如讲，伊甲咱中央教会讲，紧的，只有需要宣告我派人，人讲我都派袂出人。结果日本即阵哦。拜迄个道教加神教是足比福音的硬土诶。咱个教会咱甲我足细，咱甲我足细间诶，早是日本吼，咱算大间教会呢。日本20-30来人组织要教会一大堆诶，福音足歹传呢。咱看韩国金融海啸，韩国得到啥物启示？拍拼祈祷。你若去韩国暗时看诶时阵，三骹报道一间教会。因为祈祷足侪册的是通宵祈祷、规暝祈祷。韩国本来大感觉无路用，祈祷了大复兴，韩国经济赢咱呢。
即韩国伫世界经济算有名的呢。咱我着苏东时，迄个墨图，即中国大陆啊，咱香港、台湾派真侪人去到足偏僻的所在，因为生活真歹，咱去遐传福音。韩国福音已经定根伫迄个本土，虽然讲即阵韩国基督教受到迫害，总是地下的教会，因伫遐起就错来教会安尼咧传福音。咱咧受到遮个事的时阵，咱就受到咱台湾。咱台湾，咱感觉咱基督徒偌济？以前统计讲5%，即马统计讲7%，7%。准若你用上悬的来统计，93%度的，嘛是无法度通得到主的福音。咱是看卖咧，咱即礼拜，过来礼拜日。咱国议长要带咱去淡水马街150年的淡水登陆之旅，安尼150当来，咱是领头羊呢，长老教会，所以咱长老教会较有得到进步。咱煞比长老迄长，迄个像迄个罗副总统都甲叫终于长老愈长愈老。咱即礼拜有2场的个别式，个别礼拜。拜三有徐爱凤老师，拜六有3年节妈妈。我若想到这样随时，我就感觉我非常亏欠，我就感觉我足对不起上帝。我感觉我哪会遐憨慢？我想太徐爱凤老师就住伫遐尔，到伊过身，我才知伊住伫遐。伊两个未曾未配，各位伊的身世林建立，那无因出来尔。传福音少，咱无带因本来伫遮读主要，咱伫遐已经丧失去。迄个迷失的羊群，咱无甲找倒来呢。其实去拜三去甲看了的时阵，倒来我心嘛足艰苦，讲我是足无真实的，我嘛感觉足见笑的。对面说我是足见笑的，因为我感觉我来做遮少工课，上帝也赦免我。赦免我，当咱咧传福音时阵，咱有把握即个机会，给咱胜过对，给咱像我。大机会，你讲迄个尾也要开始抽以前就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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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逼死无？有无？你去了有感觉讲有迄个想要通过袂冲动无？应该大声的啦！哎哟，遐无胆，有想要通过有冲动无？哦啊！你看那像遐，今日我以前看坐伫遐时阵，面了无遐笑，今日笑头笑面呐。你看者，你甲看迄个面有水无？迄种欢喜出对你心的欢喜啦！你看有人咧抱迄个囡仔咧耍的时阵，耍着有欢喜无？你甲想，你今仔若伫乌克兰，你毋是欢喜呢？你是艰苦心呢？你想看我这个囡仔毋知要安怎？因为足侪人将伊个囡仔交托别人，走对战争，你也听到消息，因太太讲我的身世已经真死啊！以后我毋知要安怎？咱伫遮咧享受咱的生活时阵，咱就想看嘛。顶礼拜讲，咱有主要所信主的宽病啊。互咱宽病做啥物？做服侍啊！即个拜三时，我听到美女姐见证的时阵吼，我心内感觉讲啊，我嘛做了毋对去。因先生咧伫病院讲，我想我到今仔无看到因先生的面。迄阵拢想讲COVID-19袂使看病，结果人伊讲倒来厝里时，足侪姊妹去遐看，有9个人去遐看因先生的领洗咧。因为到位做见证的时阵，讲要拄午休的时阵，咱咧好暗时变变叫，啊，但上帝一路替安排，信上大尾啊！伊今仔日讲奇怪，拢无缘无故，伊就会笑出来欢喜啊！要者是毋是安尼啊？对啊，欢喜啊！信主就是咱的欢喜，咱从这欢喜要分享给别人，毋是讲咱伫教会欢喜啊！该圣母遐欢喜，就是要分享。咱来分享咱的欢喜啊！咱伫咧教会咧服侍中间，咱咧看卖，咱要开始欢喜以前，咱做一项真重要的代志安怎？甲上帝通电啦，爱祈祷啦，祈祷啥？迫切的祈祷。我有一个大祷望，对乌克兰战争开始，对COVID-19开始就祈祷啊！即摆佫加一个乌克兰的战争。乌克兰一个基督徒呢，因为总统实在是犹太人呢，犹太人呢，犹太人啥物叫做纳粹？纳粹是咧迫害犹太人，你也甲用一个名，用别项名嘛好，甲讲独裁也好，甲讲独夫也好，你甲用一个叫做纳粹，迄实在不伦不类啊！总是用这个理由开始。你来看，咱这边有放一个刀，因那规伫雪地，你创啊？你祈祷啦，必须祈祷，祈祷有效无？祈祷力量是大
困难啊！咱有当时毋相信祈祷，你甲相信看觅咧，祈祷你拢大困难。我毋相信在座每一个人，大家拢生活一帆风顺啊！你做个就是公司董事长，你嘛会遇到困难；你做个一个小百姓，你嘛是会遇到困难。所有遇到困难安怎？交到上帝，人的进步是上帝起头啊！人的进步是上帝起头，你惊啥物呢？你只有兴切祈祷，上帝做你的靠山。所讲，既然落好背当大的人来就近我要互你得到啥物？安息啊！迄个安息毋是过身的安息，是心内得到平安的安息。主要互你得到安息啊！哪有啥物通惊吓？我当时伫感恩你的时阵，感觉一档6000件的真正案件呢。以前的人拢凊彩安尼，反正都真正敢若真正咧。我真逐件拢甲看呢，看了但是心里足艰苦的呢，真足侪苦楚的呢。但是一间厝都自细汉大，因老爸买时，敢若迄阵无写要卖客户尔，迄间厝都被用拆掉啊！要叫因带去堆，那好个人啊，不要紧嘞。那善车人嘞，要叫伊带去堆，政府敢无责任？居住权是人的基本人权呢。那么一个人在想的时阵，祷告要恒切啦，那是上帝所应允的。王的时代，咱有看到迄个先知以利亚有无？甲巴勒个先知，亚西别所排斥，巴勒个先知对安尼祈祷，讲啥物人较牛哦？派400个先知祈祷，上帝无甲感动啊！迄个到迄个以利亚时，讲你甲我破水，破一道水，上帝对顶王降火甲降入伊，以利亚太赢这巴勒所有先知啊！但我上帝咧刑罚因即个迄个犹大王国啊，互因无落雨啊！大家拢伫遐祈祷，上帝甲讲：要甲恁落雨啊！以利亚就去甲阿哈王讲：上帝讲要落雨啊！阿哈王啊，做啥物工课呢？照你讲，伊个足谦卑的，开始落去祈祷啊！毋是啊，全去山顶吃喝反正要落雨啊，也免烦恼啊，开始去遐咧食。以利亚做啥动作？上帝讲要落雨，就会落雨就好，倒咧就好，无啊！逼切祈祷，规个祈祷，逼切祈祷，规个祈祷咧刷祈祷，逼切祈祷7遍啦，就逼切祈祷。上帝看到乌云啊，祈祷1遍了，叫遐罗卜去看觅，有看到乌云无？我无啊，像今仔天气遮尔好啦，听讲拜山雨带会来，搁祈祷，搁祈祷，搁祈祷，到第7遍时，迄个罗卜去啥？有看到是乌云啊，哇，啪，规雨落来。你讲到上帝甲你讲要祈祷，上帝甲你讲要落雨啊！你头落去祈祷，你会落雨就好啊。咱安怎逼切祈祷啊？上帝是要看咱的心嘛？你有迄个心真正逼切无？你讲有雨好，落也好，无落也好。你若做一个老爸人，你的囡仔甲你讲：爸爸，我今仔日吼，我爱去补习啦。啊，这个老师足好诶，啊，爱补习1万块。你有足爱补习的无？有啊好，无啊好啦。你有我钱就好我啊！你若无我钱，我都莫去，别莫去啊！去遐补习你嘛无咧认补。上帝嘛是有天对咱看看，我遮尔疼你，结果你惊我拢无咧充电呢，连卡一通电话都无。咱一礼拜拄着卡一通电话，你敢咧甲上帝卡电话？你啊隔壁讲啊，会记你甲上帝祈祷诶，甲上帝祈祷啥祈祷诶？啊，你拢即边拢无讲，爱甲上帝祈祷啊！祈祷遮尔重要的咧，咱每一个人伫上帝面前，咱有啥物苦事、啥物担忧的事，拢甲上帝祈祷。即世人无一个人一帆风顺的啦。我到即个会，我也做过真侪事。我不管伫法院做院长，咧做监察委员，咧做副院长，所有做的工作是看到的，接触所有大官、所有好野人，大家都一肚子苦水啦。有诶，拢无都拢交托咯，总是交托诶人，伊拢会看到啥物？伫中会看到迄个快乐。当你伫咧烦恼时阵，你欢喜祈祷时阵，上帝将这个疼灌入伫你诶心中，祈祷爱迫切。第二，咱警醒，祈祷毋是迫切尔，爱警醒，爱随时注意。那祈祷礼拜日到啊，上帝啊，我祈祷你拢知，我祈祷甲赞美拢相共，阿门。上帝当然知你要祈祷啥物嘛，总是看你诶心诶。什么法官甲咱讲什么？上帝看咱的内心思东西，什么你要甲大笔啊？迄个抹油的时阵，讲上帝毋是人看人，人看外貌，上帝看什么？看内心啦。
你内心是毋是真真正正？所以这个圣经才真好，总是台语较歹读，咱用国语来读一遍。我嘛最爱这个圣经章咧。来，做位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咱敢无做想这话？咱有当时咧甲上帝开药单的时阵，你个想我上帝甲你讲，足多马地，足多马地，小等下我要甲你讲话啦，要讲你较好的啦。你要求伤少啦，这个要求唔对啦，无好啦，我互你较好，讲无来上帝，你教我的好，教我的好，阿门。上帝也袂好开喙，你就甲阿门啦。咱就祈祷了，药单开了，阿门，啊头是举起来，随你做你的工课。啊，然后讲一句话，上帝拢无咧听我祈祷。就讲，我都甲你讲过，你也无要听。我一直甲你讲呢，我一直叫你，小可等下，你就做你话走就走啊。咱咧属于敬献祈祷啊。所以诗篇117篇啊，第1节到第2节，咱咧讲诗篇中有人讲是诗篇119节是诗。迄个规个圣诗的中间，字来讲是119篇毋对，但是用章来讲，拄啊1189章吼。咱今日无咧读新人哈，1189章的中间迄个章是啥？拄啊诗篇117篇第1节到第2节。你讲啥物？阿罗感谢，你的感谢就是阿罗，你阿罗就是感谢。咱有当时咧祈祷时是咧埋怨呐，咱要用感谢来祈祷。上帝，我着贼头，感谢主。好佳哉，我搁较有钱通用偷摕咧。上帝，我今日出车祸，哎呦，感谢主！好佳哉吼，身躯敢若刺伤尔，啊，感谢主！我带伊就当得到医好。所凡事感谢啦，哪有啥物通埋怨呢？咱这世人常常咧埋怨，当咧埋怨中间，你有发觉讲你愈埋怨吼，心内愈空虚呢？用感谢最整齐。用感谢做坐伫你的顶端，你会发觉讲，所有这烦恼慢慢咧消除。你甲替上感谢，家己的生命、灵命来感谢，互你较听主啊，互你甲主较晚近啊。你每一个人爱感谢上帝伫你的面前所成就的一切啊。咱大家在这慢慢中间，你去想着你若乌克兰人，你怎么办？一个过半路嘛走过来甲你拍，佮甲你讲你爱照我的话，照我的话，才当好解，是你毋叫我好解。啊，叫拍爱去好解。咱有看到一个高速公路，一个女老师，啊，用一个铁片来回来，啊，伫车顶，安怎过身呢？你有想到无？你开车，你会想着讲，我开车开咧，啊，一个铁片安怎就要转过身呢？结果嘛真甘心呢。这个女老师过身以前，抑个倒将车开去上边啊，安尼伫遐死去。惊讲，伊若伫遐停起来，可能后壁车就弄规堆啊。你会毋甘袂毋甘啊？总是你会想到这样代志，人性命无定，着一寸光阴爱保守。死要认罪犯悔罪，机会过去不再来呀。咱咧把握机会啊！家己啉遐祈祷，毋是讲我享受到上帝主通给我较胜利，我每一个人是你的眼光的下面，我心的软化家己啊。咱有当时家己咧犯罪，咱家己毋知啊。咱为着别人来得救来祈祷啊。互咱每一个人得救的，毋是讲咱的好药报互人食，咱上主这上个好药，嘛会报互人听。你要报人食好药，你嘛爱报人听福音嘛。好物件爱斗相报，咱叫做好康斗相报，毋是干我家己好就好啊。咱爱到上重来为这传教者来祈祷啊，为着这咧服侍的人来祈祷。咱到真个服侍人，咱会软正呢，服侍了尾也变骄傲起来。咱讲说，我甲你讲的话倒有效。我若假说毋是出对上帝的话咧讲的时阵，上帝颠倒是执法的。金贝克牧师，美国上名的报道家，无足侪钱的，讲伊要好好去传福音，结果去嫖妓，去用了着因兜的马桶用金做的。赵宏基牧师最有名的嘛吼，韩国村内教会70万人的信徒，因后生查某囝开工厂。专门咧冒教会的工，贪爱的囝人。咱就看到撒加利亚的囡仔就是安尼啊，撒母耳的囡仔嘛是安尼啊。咱家己无好教咱的囡仔，所以基督教甲咱讲，迄个圣经甲咱讲，咱要好好用上帝道理来管教因啊。结果咱敢注重因的保心呢？
哎呦，毋通啦！礼拜日来补习，等后因大汉来信主啦，因大汉都已经落到榴莲去啊。咱咧为着所有诶，咱遮咧服侍人来记到你讲牧者讲我毋是牧者，我毋是牧师啊！恁逐个每一个人拢是君尊诶祭司呢。咱教会拢看即个机会，大拢出来，我看拜三已经10几个人伫遐咧训练做牧师啊。咱每一个拢做牧师，毋是蔡宗义较牛，蔡宗义较无牛，上汉慢诶迄个啦。我有啥物好？罪孽满身，罪恶满满。咱每一个伫上帝面前，敢若还把握即个机会啊！所以保罗先生甲咱讲，彼得先生甲咱讲，得时不得时呀，拜托恁啦！得时不得时来把握机会传福音啊！拜托咧啦！我干嘛倒顶十字架，总是恁爱紧传福音啊！不管是得时不得时啊，恁爱用百般的忍耐来传福音啊！传福音简单无，足困难的啦！共讲的时阵哦，各用屁想啊！共讲的时阵哦，人家对你还不满啊！讲哎呦，咱来教会，讲去啊要创啊！去啊，拢安尼，逐个安尼，吼，美术台拢偌新鲜嘞，出教会吼，好大教会安尼，人前安尼手牵手，哎呦，太太，你有够好，出去教嘛，莫牵啦，我要落死安尼，伫教会都牵了啊，你一直牵，阮太太拢有当时无我牵，我拢举起手，阮太太手正哦，牵着拢迄种。咱毋是伫教会做基督徒呢，咱是爱伫目口做基督徒。好目口的人知你是基督徒，毋是伫教会内面哦，哈哈哈！你互我大家请安哦，来，咱个画一遍平安好无？我看恁的表情来平安哦，嘿，你互大家拢笑面咧，啊，出去到目口画平安哦，奇怪，笑迄个我毋捌啊。咱有把握咱的机会无？咱对着你。定着任何一个人，我若特别咧接受真情的时阵，所有人来，我拢先甲点一条，甲笑一个，还是拢足惊，还是讲毋知啥物代志。我是谢谢你来，啊，你有什么困难没有？是啊，你吼有当时都做伊对亚当夏娃，伊对苹果开天开始讲，你嘛知伊咧讲啥？啊，你有当时吼较忍耐咧听伊讲20分钟啊吼。伊讲我点袂咧委员听我5分钟尔，好，你听我讲20分钟。我著听，我嘛知伊咧讲啥。啊，著听就好啊，听咧一对吼，好，安尼就看，伊就安欢喜啊。听讲迄是阮的常客，阮的固定客户，拢有固定客户来伫阮遐咧卖完，逐个委员拢会接到。啊，就反正有诶要听，有毋听咧。啊，你若听咧吼，其实伊是干那要讨伊的开饼伊的本事尔。你有饼一边本事，伊上嘛较好困。掠条机会传福音啦。叫人讲话亲像盐条啥？你啊物件吼，咱食西瓜。西瓜吼食了，西瓜安怎食上甜？咱拢知嘛吼。西瓜安怎食上甜？哎呦，你真奇怪！恁做礼拜吼，毋知已经习惯大张都教会做礼拜，拢话要惊死安尼。讲话吼，拢安尼细啊声吼，毋免啦，咱只无啥较大，啥较细啦。上帝都白大。西瓜有啥物上甜？过温盐啦，温盐才变上甜的啦。对不对？啊，对啊。所以咱在亲像盐嘛，咱毋是讲足毒的话，是爱亲像调和，互你安尼，即个人心里足歹时阵，你有当时听伊讲啊，凭你家己讲较好啊。今日世界主教对因有他来做早场的礼拜，因甲讲，即摆遮足侪队员的吼，虽然是原住民的基督徒，总是吼足歹管教呢，足够啉酒的，足够冤家。我讲咱找一个机会来甲伊好好讲，来听因的苦处伫对，伊一定有苦衷的嘛。会再是我们与恶的距离呀、有苦衷啊，讲袂出嘴的嘴啊，所以讲有一句名言叫啥？无一个爸母甘愿20担来养一个杀人犯，正觉20担做杀人犯，怎么可能呢？有一个爸母想讲，我生出来这个囡仔，就以后要去杀死人，杀死的22个，迄个轻重伤。我若要再生就甲饲落死，怎么可能？大家拢是你的宝贝呢，是因爸母的责任，有责任啦。啊，咱敢无责任？咱敢无责任？我人足乖，我人足好，这拢莫伫我心上。咱敢无责任？咱无真大的责任嘛？咱心的时阵，咱用需要的时间，咱来甲买倒来啦。咱的一年一年过，上帝观察底死人是底老人呢。你若想我足勇壮的，当时上帝要调你去，你毋知呢？
有当时上帝，我就歪啦，上帝就是无要调你去，因为伊叫你要去做工课。啊，上帝啊，我就想要讲偌遮久诶，明仔载就去啊。迄个大企业家拢讲我会当活偌久拄偌久，等下我生意足好诶时阵，我绝对要来教会，我奉献足济，啊，着生意也袂真正足好诶，啊，着愈趁愈济钱，愈趁愈济钱，愈趁愈济钱，啊，向全无去。迄叫做遗产啦，迄毋是叫做趁钱，迄毋叫做财富，叫做遗产，互老互囝儿孙来冤家尔。咱来把迄个机会，上咱失去的机会，咱每一个人要好好甲摕倒来啦。啊，把每一个机会来做即个有意义的工课。咱的关怀站吼，迄讲起来是拢咱这中心吼，有诶退休咱这同工咧关怀因呢，咱拜因吼，拢要有一个对美国来叫做黄德恩吼，迄头壳我小可歹去，拢专门咧干食吧。迄种加无钱的，迄去补习，你若去记账电脑补习偌济钱呢？讲加无钱，听讲爱去互因食苹果派，欢喜嘛，把握机会嘛。伊对美国倒来讲半当尔，伊无把握机会袂使啊。这叫做欢喜啦。咱心中欢喜，甲大家分享，爱把握每一个人机会啦。这句话啊，咱甲想看卖，与其爱千古，不如爱现在。昨天已经过去。明天不实在，咱定定讲明仔载才改，明仔载才改，啊，明仔载永远明仔载，我明天上有名话叫做我明天在减肥，减过了没有？因为永远有明天呐、我明天在减肥，愈减愈肥。所以若是真惜爱，还是要爱现在，要抓住机会。那么这真爱在伫上帝面前啊，我爱像盐安尼啊。互人家人中间调和啊，莫讲林桂香毋好，这个人足歹。林桂香人袂歹，哎，这个人足歹，唔呀，人袂歹呢。咱是目睭看吼，拢看咱优点，莫看咱缺点。两个阿某咧冤家较写得一起写一堆，晒太足气的讲啊，我感觉遮侪缺点看起来，我生气都无遮侪缺点，像呢，我生气都一直多写。唱起来，跟他写几句“我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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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咱是毋是小可训练，欣赏别人的优点，目睭扎起来别人的缺点。啊，你甲他讲话吼，互人会当翁仔某人咧冤家吼，那么讲啊，你某毋对啦，你赤白白。咱翁仔某咧冤家就讲对啦，啊，这我嘛是拢会当对啊，家有本难念的经，咱互相相甲做伙啊，想起当时啊，结婚的时阵吼，还袂结婚以前咧恋爱的时阵吼，啥物拢是好的，恋爱了结婚时阵，啥物拢是歹的，讲目睭顾着拉巴，才嫁着你即个。咱真正爱想看卖咧，是毋是会当互相欣赏对方的优点嘛？言语通刻薄啦，爱有味啦，爱讲学乐啦，即个代志到山医院，啊，这我嘛会晓唱歌你唱这我老早唱几啊遍啊！生活对唱了嘛无好，迄八如智慧了嘛无好，迄我快啦，我来智慧评这个较好。上帝我来讲，你个评这较好，迄是你感觉好，上帝感觉无好。咱每一个人真把握这个机会啦，咱看到足侪囡仔吼，甲爸爸妈妈，我都无爱补习，我感觉起来读册足艰苦，我就去到，哎呀不对啦，咱隔壁阿明吼，真正因妈妈叫伊去补英语、补数学、补音乐、补体育，即摆讲的叫做多元日式，补一大堆，啊妈妈若叫你补一项尔，你就拄则埋怨东埋怨西，你是安怎才安尼啦？好啦，妈妈，我先甲你讲一个你讲这无效啦，死咧啦！啊！转直接对楼梯转跳落，我都惊你生笑诶！你都无把握机会啊！伊咧甲你透露信息啊呢，伊承受不了了呢。你个囡仔甲你讲伊足艰苦诶呢，我哪有啥物通艰苦？我细汉比你较艰苦，好，较讲就讲过去。好，阮细汉的时阵我逐个出来食头路逐项嘛无，一日食一粒馒头，我连续3顿内面拢一日食一粒馒头配白滚水。你即马受享受啦，逐项物件都有啦。你要甲阮迄阵安怎比？你若讲好啦，比啊！你无效啦，无效我就跳互你看，无效我就无效，我转条跳落去。我都毋是安尼啦，我都毋是安尼啦，你都毋是你个喙就是安尼啊！咱无把握迄个机会啦，咱看到遮济第二项啊，咱来讲传福音嘛。咱知基督奥妙是啥物？保罗先生甲咱讲啊，为着咱基督互上帝互咱有知影基督的奥秘啦。
知道讲基督的奥秘啦，互咱知影讲要安怎来咧讲。我在想着我们与罪的距离，我们与恶的距离。我遮久我记得遮久，我上帝我要讲啥物？上帝讲吼，你讲袂了啦，卡烂你就讲袂了啦。你讲三暝三日，你嘛讲袂出来啦。所以我今日三个题目，我讲一个题目了：我们与恶的距离。我们与恶的距离，咱想看卖咧，咱家己好就好，独善其身。讲迄个孔子讲咱兼善天下，迄是叫做空口白话。咱隔壁厝边隔壁，你都照顾袂着咧，你空口白话。咱个教会兄弟姊妹，你都照顾袂着咧，你敢若倒来讲我路听。你的秘书三听人带看出你是主耶稣基督学生啦。你今日你来救主耶稣基督，互咱知影基督奥秘。我在遮逐日基督讲上帝，我知讲你要互我跟讲啥物？哎，我知，咱会知嘛？咱来修，咱甲上帝关的主耶稣基督用宝血之早替咱受死是咩？互咱甲上帝更好啊！这是毋是是甲上帝更好啊？上帝现在爱秘书三听，爱将咱家己的罪啊，当伫上帝面前来伫遐洗净去，啊，毋能去犯罪啊！哈！你讲我绝对袂犯罪，无可能，你一定会犯罪。总是咱的真。追求家己尽量无犯罪，迄个罪毋是讲有啦，毋是法律罪哦。刑法475条，民法1225条，是毋是这罪？这叫做法律啦。真济罪啊！简单讲一句罪啊，贪心是毋是罪？啊，我都无贪心，你太无贪心。你敢想要加困到较久咧，无要来礼拜，你安尼毋是贪心？你敢无贪心？咱讲见不得人好，你敢无嫉妒？啊，是安怎？啥物人会？错综伊就一定家庭平安较好，错综伊就地位就平安较悬。那关有啥物稀罕？人伫世间上济100担，我做总统好无？嘛是100担，啊，就消失去啊！今日毋是平小工，或者骨灰嘛是摆装落来。有时咱去生气，凡事我做总统大超出啊！你大是大豪宅咧。咱有啥物通？咱咧比如三听，咱是爱别人听较熟啊。你敢有秘书三听？你若无秘书三听，人就种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学生，你敢是主耶稣基督学生？若较使人感觉你是基督徒，啊，佫无三听，你有啥物资格通做基督徒？吼，迄毋通甲迄个信教做伙，气压，啊，逐项都拢讲我无信主，我毋对，我会落地狱，我都趁下要落地狱咧，你甲我管遐济？咱是毋是爱互因知？我无咧传啥物道理，我甲你传讲我听你，足歹传的呢。咱免讲伤济，你会听你的后生查某囝，你敢会听你的丈夫，还是听你的某囝呢？啊，听你的太太呗？有啊，我足听的啊。当然啦，伫咱的面前台嘛足听。你敢真正足听伊？不管是伫咧甲学了，不管是伫咧甲看，愈老愈水。你看我某囝有水无？有哦。恁还无当啦？我某有水无啦？哎哟，恁遮吼无采，我逐日甲讲伊足水。恁遮的人无替我斗讲一个，恁吼家己反省一个，家己反省一个。咱咧知彼此相听，你不管是看到你的太太，都是足水的。恁注意看，伊今日头毛特别水吼。好，一早起来我甲儿女讲，伊今日头毛特别水。你若有个去遐看一个。相对的，咱来分享主的听。主耶稣基督讲吼，我有受着困迫啊！保罗现在讲我有受着困迫，我要传主耶稣基督听啊！但是我都有当时传袂出来，我都一直甲因讲。像今日看到徐亚宏老师过身，我去因兜时，我就一直感觉讲上帝啊，赦免我。隔壁尔呢？伊咧讲讲到去甲看过无？有老伙我甲基恩有去甲看，我有无？我毋是有，我连知都毋知啦。伫咧隔壁尔呢？伊无来咧做礼拜，咱连知都，我连知都毋知啊！我有啥物资格通徛伫遮讲道？我想着讲，我有啥物资格啦？3年前伊妈妈过身，我有看过一面无？我有啥物资格？上帝原谅我，赦免我，真真正正赦免我。因为疫情的关系，人客渐渐少伊，因为拢隔离嘛。餐厅伫要经营袂落啊！想今仔日吼，最后一遍的晚餐，我做咧了，我都无爱食。啊，这无啥人，拄啊干一桌，啊，迄桌看到白仔囝就知讲生理，即个人的家世无好，经济无好，所以老爸甲囝吼，敢若叫一份菜尔。
啊，老爸一定用囝食，啊，囝拄好食，啊，拄好食的时阵，啊，即个主人想讲，啊，我都今仔最后一遍了，无加甲煮一半，啊，但是佫是惊伤着伊的自尊心。啊，就囡仔讲，爸爸，我要吃甜点，我要吃甜点。啊，爸爸讲，爸爸都无钱啊，无，等下当出来外口食饭就算袂歹啊，安尼就好啦，安尼就好。迄主人到边仔看讲，我毋知要安怎，啊，拄好咧收的时阵，一个人叫做切尔走入来，切尔甲讲。迄个人吼，穿西装、夹连裤带，看到真飘撇，真有身份地位，总是一个面啊油角角啦，足艰苦，啥物都感觉啦。啊，坐啦，都咱坐到倒啊坐咧。主人倒去啊，等下他甲讲，啊，当客啊，啊，你要食啥物？凊彩啦，有食就好啦。哎哟，这个人怪怪，哇，去煮一顿超好食的，佮讲。我反正我要结束啊！我明仔载都无要做生意啊！啊，这是最后一个人客。他讲：“哎，先生，你最幸运，今天你坐这个桌子叫做幸运餐桌，今天食饭都免钱，够点心，够甜点。”迄种行来讲，未啦，我有钱啦，毋是，这甲有钱无关系，在即道的人以后拢会足幸运的。会足好命，最幸运，所以叫做幸运餐桌。今仔日你若食不免钱，你给我足好的甜点。迄个囡仔看到甜点，讲：“爸爸，我要了，我要。”甜点上来，切了水哈，摕互迄个囡仔讲：“来，给你吃，我会分享我的幸运给你。”转开始看到有笑容啦，这人转坐过来，他讲：“你是安怎？看到你敢若经济无啥好吼？”唉，讲起来老亏。我本来嘛是一个业务经理，我公司业绩都做了袂歹，啊，去撞到这个 COVID-19 啦，公司关门，我全无头路，我找半冬啊啦，啊，都找无头路。美国人无啥储蓄的习惯，我都找无头路。其实我是无啥钱，啊，今日都一直跟他吵，讲要出来食饭，啊，我都出来吵，这钱其实吃，我嘛毋知明仔载，我带伊去食啥，因为又甲我讲，爸爸你要带我去吃麦当劳，我要安怎带伊去吃麦当劳？这生意听着讲，转向甲讲，我公司吼，拄欠一个业务。我看你业务的表现咱袂歹呢。讲对了，我做了说袂歹。来，你明仔载来我公司来，这我名片。你明仔载来我公司。哦，来做来甲我斗相共。讲无，真正有这个机会哦，真正有这个机会。啊，对，我先付你钱哈。你来我公司哦，你会答应我，我先付你钱。你的薪水先预支，互你带囡仔去食麦当劳。吼！这个囡仔听啊感动，这个切尔，这个丹尼尔，这个主人伫遐看咧讲，啊，这个餐厅特别结束啊，有遮尔水的场面，好，实在有够好，莫结束，我当日来有一个叫做神秘餐桌、幸运餐桌，伊就甲大广告出去，讲原来我食饭的时阵，我指着一个道，爱伫道你拢毋知，你若坐伫迄个道的人食饭免钱，还有甜点，哇，这传出去了。哇！这个切尔生意愈做愈大，啊！这个人家做伙，这个哇，生意嘛愈做愈大，哇！传出了，这笑，逐日都来因这个餐厅食饭，无坐幸运餐桌了吼，逐日来食饭，人咧变足好的朋友，哇！生意愈来愈好，伊个餐厅的生意也愈来愈好，啊！明天伊就传出去，哇！大家拢来看，什么叫做幸运餐桌？伊幸运餐桌吼是黑白指定的，啊嘛无已经无啥指定啊，啊！大家嘛无咧计较这，就是要来讲，伊讲我来这个餐厅食饭，得着幸运，哇！愈来愈多，生意愈来愈好。有时切尔总甲讲两个都无所不谈的时阵，你敢知迄时我先他入去你的餐厅？我入你餐厅的时阵，其实我甲你讲，我是准备要去隔壁即个号跳迄个球吼，自杀。是安怎？唉，我公司做了足好，生意做了足大诶，总是我太太吼，给人私奔。即个查甫人生意做了偌好，我太太无重视我，我活了有啥物意义？啊，我囡仔大汉啦，查某囝嫁啊。我想讲，我公司偌大嘛无效，死咧好啦。我来食最后一顿，人讲要死就嘛是爱食一顿粗饱。我来你个餐厅，其实吼，我是干要食一条粗饱，我准备要来死，结果入来了，看到我会当办蟑螂了好，我即摆心足快乐的。多谢你，毋但我逐日拢来，等你目屎流落来。
啊，无想到讲我安尼小小的一个举动，竟然救到一个人家伊的某囝伊的全家，会救到我的餐厅。对不起咧，兄弟，把机会啦！会当做好事，会当行好事，你就去做啦；会当传福音，你就去做啦。你有一日，你会感觉上帝的疼。管啊！伫你的心中30个祈祷，每主，阮只感谢你，反3个伫即个时阵，掌控阮的把阮的机会。我每一个做任何一样细心伫上帝面前，阮只要将即个好福音传互别人，互人知阮的疼，毋是疼伫教会，是疼伫教会以外每一个人。阮的疼到传播出去，阮知阮是好的见证，阮知阮的心中充满着欢喜，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这时咱要来应答上帝的话，请咱起立，做伙来吟圣诗538首。我心大欢喜，主踮我身边。我心大欢喜，主踮身边。虽然这世界若存伫天，世上的好事满心欢喜，有主有保护，使我清气。那我爱保佑每日乐乐，为我主耶稣上最功劳。那我爱保佑每日乐乐，为我主耶稣上最功劳。用心来顺好，心来安宁。你讲的好气，那对往事，以赛亚讲路甲我来，我用主耶稣主必平安。那我爱保佑你有路，你我主耶稣上最功劳。那我爱保佑你有路，你我主耶稣上最功劳。专心来顺路，万事平安。心愿我求主福气无限，一心来听候唔放出来，地主耶稣我心平安。那我爱保佑为你而乐，为我主耶稣上最功劳。那我爱保佑为你而乐，为我主耶稣上最功劳。请说，这是咱要用感恩的心来奉献，请书献的职事来服侍。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
遮济，是要来报告。伫报告台新，咱要今日台语的金句来念两解。今日咱要念的台语金句是出自歌罗西书第4章的第5节到第6节，请大家跟我做伙来念两解。遐个外面人领着智慧来行，着保守机会。你的所讲着常常用温顺，亲像用盐调和，就会晓怎样来应答人。来，搁一解。遐个外面的人领着智慧来行，着保守机会。你的所做常常亲像用盐调和，会晓怎样来应答人。歌罗西书第4章5到6节。下周主日的圣经论题，请大家来看，特别是后礼拜要用这个即书甲长老备办心来准备。咱做消息报告，伫报告台新，咱今日真欢喜吼，我们还是要再次的欢迎吼我们盛和兄的夫人，我们跟麻烦站起来，让我们欢迎一下。而且吼，代表规个教会吼，特别麻烦盛和兄的夫人吼。后礼拜吼，逐礼拜拢爱来，因为阮看到圣和兄安尼遮欢喜的吼，阮嘛感觉遮欢喜的，好无？好。来，咱来做报告吼，简单做报告。第一项吼，今日是台湾新学院吼奉献主日吼，请为台南新学院的教育事工甲所需要的经费来代祷奉献。过来第二件是3月7号是后礼拜吼。妇女团体吼要举办吼马街上路淡水150周年故事之旅的半日游吼，是互由咱教会陈国旗长老来带领吼，要到淡水遐吼去在淡水认识一些淡水风情。若是要请大家踊跃参加吼。车马费的话是自理，车马费就是交通的部分，好像是这样的，车马费自理吼。那请于公布栏后面吼，那边有公布栏，请大家来做报名吼。过来就是那个，这个没有登在我们消息报告，但是我也要稍微报告一下吼。伫咱大道事项内面吼，咱头拄咱带长都嘛有讲吼，咱即礼拜吼，后礼拜有2个，咱要去给咱教会会友。第一个是咱许爱凤姐妹吼，预定在3月14号，就是在3月14号的清晨吼，已经安息主怀吼，那享年81岁。那预定的话是在3月23，后礼拜拜3上午7点40分吼，第2宾吼，景阳楼的3楼吼，就是智美视厅举行追思礼拜吼。那请我们我们想等一下为他们这个遗嘱吼做代祷。然后因为我们的那个礼拜3吼会到那个就是这个追思礼拜的话，就是说我们看看教会吼会友若时间方便吼，我去希望教会会友咱做伙来参加这个追思礼拜。过来吼，过来是咱那个李珊妮姐妹，就是她的母亲吼，李陈雪红女士吼，也3月11号，礼拜5安息主怀吼，那享年90岁。她预定在3月26号，就是后礼拜6上午9点吼，伫济南教会举行告别礼拜。那这边的话，我们希望就是说会有的话，假如是时间方便的话，咱做伙来参加。李珊妮姐妹的母亲吼，这个告别礼拜所以为着这2个追思礼拜甲告别礼拜吼，咱信歌队吼，也是讲大家若是讲有兴趣的吼，要到这个追思礼拜里面一起献唱慰歌的部分吼，伫咱小等下小组刷以后会当留步，咱继续来做一个练习。过来我们来做一些代祷事项的部分就是刚才有报告到，所以讲咱的许爱凤姐妹吼。的过世还有那个陈桑妮姐妹的母亲，李陈雪红的女士的过世的部分特别为她的那个家族的现在目前的那个悲伤的心情来做代祷，安慰他们的心。然后我们为那个俄国跟乌克兰现在目前2国的战争的部分尽快能够恢复和平，特别是乌克兰现在目前的很多人民都在真的是流离颠沛的状况之下，为着因的心理的不安，甲因的迄一寡
生活上面的一些困苦求助，来帮助因安慰因。我们也为那个我们教会的2个家庭哈，一个是吴敬生执事的家，还有那个吴永芳弟兄的家族的信仰，还有健康、学业、起居、工作等事项来代祷。我们现在请大家一起来为刚才这些事情来一起做代祷、公祷。请大家起立。听我心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耶稣我心啊。那是，这是咱要来吟上吟圣诗400首，愿主仁爱甲咱同在。上吟煞，咱要请林牧师来替咱祝祷。愿主耶稣基督运会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时时刻刻甲大家三个伫地，对即时起，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咱正来听新歌队为咱的祝福的歌，来避讳。
即是咱要来行平安礼，请大家起立，来甲你附近的好朋友、兄弟来互动平安。当时阵，咱嘛要开始咱今日小组的分享，所以各小组的会友会使往恁小组聚会的所在来移动，吼、